兄弟姊妹，大家平安。今仔日是2023年11月16号。今仔日的经文是诗篇123篇，士师记第2章第6节到15节，启示录16章第1节到第7节。今仔日要甲大家三角分享的主题是上帝的受气。上帝的受气无？伫咱之前讲到某一寡教派，因无要读旧约圣经，其中一个原因是因讲旧约的上帝真残忍，对伫圣经内记载对外邦总是抬来抬去。上帝的确是一位真严格的上帝，咱就用10条诫中间的第2诫，袂通敬拜，毋通敬拜偶像来讲。上帝就讲，伊是一位记者的上帝，但是事实上，无论是新约的上帝，或者是旧约中间描写的上帝，拢是同一位，拢是满有慈爱的上帝，但是嘛是公义的上帝。迄一位违背上帝呼召旨意的先知约拿，伊安尼来描述上帝。约拿书第4章第2节安尼讲，伊讲就对上主祈祷讲：上主啊，我要为走离本国的时阵，敢毋是有安尼讲？我赶紧要走去他施，是因为我知你是有恩典的上帝，充满怜悯，袂快受气，有丰盛的慈爱。会改变心意，无要降灾的。上主归去，互我死死的，我死比活的较好。咱搁一摆来讲约拿先知的话，搁听一摆。伊安尼来形容上帝，是因为我知你是有恩典的上帝，充满怜悯。袂快受气，有丰盛的慈爱，会改变心意，无要降灾的。但是咱会记得，并毋是因为上帝满有慈悲怜悯的上帝，有丰盛慈爱的上帝，就代表上帝是一位无有原则、天性、乌白乱爱的上帝。上帝对伫遐的违逆的以色列人，犹原有真强烈的脾气。咱会记这伫当摩西对西奈山落来的时阵，看见百姓伫遐做金牛，伊就发受气来处罚因。因假做金牛是带领因离开埃及做奴隶的上帝。咱既然讲到出埃及，就必定爱去思考上帝的救恩。就亲像《申命记》第5章伫守安息日的诫命后壁，摩西的话安尼讲着：就会记着恁以前捌伫埃及地做奴才，上主恁的上帝伸出大气力的手，带恁对遐出来。因为安尼，上主恁的上帝命令恁着守安息日，所以蒙受恩典的人，就是爱真心实意来敬拜上帝，用安尼来纪念上帝的慈爱甲救恩。士师记第2章第6节到第10节的经文，讲到着约书亚的死亡的时阵，迄个状况。
约书亚解散以色列人，因就倒去家己本地的家业，占领遐的土地。约书亚活地的时阵，人民服侍上主。伊死了后，遐个亲目睭看到上主为着以色列人所做伟大的事的长老也活地的时，人民悠然服侍上主。上主的仆人论的囝约书亚死，享年110岁。以色列人甲伊安葬伫以法莲山区加实山北边的亭那，西拉伊分着的土地。咱看到第二代出埃及的以色列人，因是进入迦南地的第一代人。因伫约书亚抑个活地的时代，悠然坚守着上帝的律法，诚心来敬拜上帝。但是后来因后一代的人却毋知影上帝为着以色列人所做一切的事。这是甚物人的问题？这是顶一代受恩典的人无忠心伫接受上帝的诫命。圣经申命记第6章安尼教导以色列人，讲下面是上主恁的上帝吩咐我着教示恁的诫命、规例、命令，互恁伫要去占领的地来遵行，通互恁甲恁的子子孙孙一生敬畏上主恁的上帝，遵守我所命令一切的规例甲诫命，互恁长岁寿。以色列人着注意听，着切实遵行，互恁通照上主恁列祖的上帝的应允，伫老年甲密的地得到福气。人也加添真济，以色列人着注意听。上主咱的上帝是独一的上主，恁着专心、专情、全力来听上主恁的上帝。我今日命令恁这的话，着记伫心底，嘛着温存教示你的囝儿，无论伫厝内，还是伫路呢，倒伫还是起来，拢着念互因听。搁着绑伫手呢做记号，绑伫头遐提醒，着写伫厝的门徛，嘛着写伫城门。上帝非常明确要求以色列人爱世世代代的教导，爱遵守一切的法律以及诫命。但是因过了一代了后，却就未记得上帝的救恩，背离上帝啊！圣经记载讲，迄代的人拢死了后，后一代的人起来，因毋捌上主，因毋知伊为着以色列人所做的事。以色列人做上主看做歹的事去服侍巴力，因气杀带因出埃及的上主，因列祖的上帝，去对四围外族的神明，甲因跪拜，惹上主的生气。以色列人去杀上主，去服侍巴力甲阿苏地洛、他洛。上主对因发大生气，将因交互抢夺因的人。伊阁将因交互四围的对敌，以色列人就袂当抵挡因的对敌，因就答便出战。上主拢照伊所立誓的降灾的攻击因，因就非常困苦。
对伫安尼一世代，上帝受气啊！因为以色列人无将上帝的诫命、律法、规范来教导后一代，直到后一代就袂记得上帝。这个场景就亲像埃及甲新的法老王袂记得约瑟，就开始苦待以色列人同款。所以看见士师记所记载，上帝照着家己的咒詛来对敌因，互因遭受到极大的苦难。启示录16章第1节到第7节也提到着类似的预言。约翰讲，后来我听见有大的声对圣殿出来，甲迄7个天使讲。恁去将迄7碗上帝的受气摒落地，头一个天使就去将伊迄碗摒落地，遐会受的记号拜过受的上的人就生臭，佮毒的疮。第二个天使将迄碗摒落海。海水就变成做亲像死人的火，海里的活物拢死去。第三个天使上帝将伊迄碗，天使将迄一碗来摒落伫江河甲水泉，水就变成做火。我听见掌管水的天使讲：现在存在、过去存在、至圣的上帝，你是公义，你的审判公正，因为因有留信徒甲先知的血。现在你用火互因啉，这是因应当受的报应。后来我听见这段有声讲：是啦，全能的主上帝，你的审判真实公义。上帝的受气，上帝的刑罚，上帝的审判，毋是一个情绪得的，也是讲乌白发脾气的。圣经已经甲咱讲，上帝的审判的确是真实公义。基督徒就应该爱谨慎来行，互家己所做会通得到上帝的接纳，特别是伫教育后一代继续来服侍敬拜上帝的代志顶悬。诗篇123篇，坐伫天顶宝座的上主啊，我仰目来望你，看啊！仆人的目睭安怎仰望主人的手？女婢的目睭安怎仰望女主人的手？阮的目睭嘛安尼来仰望上主。阮的上帝一直到伊临命愿。上主啊，临命愿，临命愿，因为阮互人看紧到忍受袂了。阮已经无法度忍受自愿的人的冷笑。无法度忍受自个的人的藐视。感谢上帝圣事救恩，互阮伫生命中间会通来献上感谢，诚心实意来敬拜上帝，会记得上帝的恩典。求主帮助阮，毋通袂记得上帝的恩典，搁着认真拍拼来教育后一代。毋通背离上帝的道路，也感谢上帝的大恩典，预知一天一天的进步，恢复的中间。求主亲自保守看顾伊，显明你主爱甲怜悯，继续赏赐你医治的恩典，互预知会通紧紧复原。感谢基督靠主耶稣基督圣名求，阿们。